今日係4月3號，逾越節3日慶典，聖週5，救主受難紀念。聖言金句係：伯多祿又否認了，立刻雞就叫了。若望福音第18章第27節。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主題係背棄主。今日係救主受難紀念日。福音詳述咗耶穌被出賣、被虐打、被審問、被侮辱，最後以酷刑被釘死喺十字架上。喺過程中，亦都記載咗唔同人嘅反應同埋行為。當中最令我觸動嘅係伯多祿俾司祭長嘅僕人認出佢係同耶穌一齊嘅時候，佢卻3次否認認識耶穌。喺琴日嘅福音中，當伯多祿拒絕畀耶穌為佢洗腳，而耶穌就話佢哋兩個冇訓詞嘅時候，伯多祿係有幾咁嘅緊張同耶穌嘅師徒關係。可惜喺今日嘅福音中，當耶穌遇難嘅時候，伯多祿竟然唔敢明認認識耶穌。或許喺危難嘅時候，人性嘅軟弱好自然會出現，都會以自保為上。我哋喺現實生活中有幸冇遇上較難嘅危險。我曾經自省喺日常生活中係咪會明認自己嘅信仰呢？當他人詢問自己有冇宗教信仰嘅時候，我都會回應係天主教徒。喺每餐進食之前，都會畫上十字聖號，祈禱感謝天主恩賜每日嘅食糧。喺生活上嘅小行動，相信唔少嘅天主教徒亦都能夠做到。當我再作深一層嘅反思，其實自己都有陣時會好似伯多祿一樣背棄天主嘅時候。當自己未能遵行天主嘅訓導，以愛待人，或者只係按照自己嘅私慾偏情行為嘅時候，真係唔敢承認自己係天主教徒。希望天主會好似安排雞啼提醒伯多祿一樣，提醒我哋要時常以佢嘅教導去生活。今日嘅祈禱係：仁慈嘅天父，我哋或許係不自覺間背棄你，冇依從你嘅教導，求你寬恕我哋嘅罪過，增強我哋嘅信德，使他人亦都能夠喺我哋身上體現你嘅愛。阿們。願主祝福大家。